中年好聲音 vs 全民造星，為何一個長做長有，一個越做越被罵？近年香港選秀節目大行其道，其中最受矚目的兩個品牌非中年好聲音和全民造星莫屬。然而，兩者的發展軌跡卻出現了明顯分歧。中年好聲音在第3季完結後，迅速宣布開啟下一季，成為 TVB 的長壽旗艦節目，而全民造星卻陷入口碑危機。每當推出新一季時，網民總以唔好啦嘲諷，甚至出現寧願停播的聲音。點解兩個同樣屬於香港本土製作的選秀節目，會有咁大嘅命運差異？本文將從節目定位、觀眾情感共鳴、製作策略等角度分析這個現象。一、節目定位：中年追夢 vs 年輕造星。中年好聲音聚焦中年人追夢，填補市場空白，吸引跨世代觀眾。其造夢定位通過參賽者的真實故事，喚起家庭與奮鬥的情感共鳴。反觀全民造星主打年輕偶像造星，雖首季引人注目，但因市場競爭激烈及偶像產業資源不足，無法兌現造星承諾，觀眾信心漸失。二、情感共鳴，真實感動 vs 商業轟動。中年好聲音以參賽者的生活挫折與追夢故事為核心，強調真誠與正能量，讓觀眾產生深刻代入感，成為有情有義的節目。全民造星則側重外形與舞台表現，忽略情感深度。商業化的造星模式難以建立長期共鳴，部分參賽者被質疑唔夠實力，令觀眾覺得節目像商業騙局。三、ViuTV 造星困境，冠軍過剩。市場難容全民造星以造星為目標，但香港市場容量有限，無法承載年年產出的冠軍。MIRROR 的成功其實帶有極大偶然性，其後許多其他優勝者缺乏發展機會，導致觀眾對節目造星能力的質疑。連續推出新季，製造更多冠軍，卻無法孵化真正明星，令觀眾對名不副實感到厭倦，進而嘲諷又開又開。結論一：造夢勝過造星。中年好聲音以歌唱節目打造愛回家，奠定長壽基礎，長做長有。全民造星卻因套路與造星落差，口碑下滑。未來，前者嘅感情牌充滿發展可能，後者需重新定位，否則難逃又開又開的笑柄。結論二：社會老化。全民造星的定位則集中於年輕人，強調造星與偶像化。但如果比賽結束後缺乏發展機會，造星能力交唔到貨，自然喪失吸引力。中年好聲音主打中年人追夢，反而真係引發到一定程度的社會連結，這反映了一個不那麼有趣的事實，那就是社會始終是開始老化。